这个警察强硬执法的影片伫网络引起热烈的讨论，有网友就认为讲警方有执法过当的顾虑。也毋过市长郑文灿公开另外一段影片，表示讲嫌犯唔拿武器弄警察车，佮弄几啊摆，造成社会安全的威胁，所以讲支持警方强硬执法，并且真罕见打出警方影片来收听。这个文章一个打出来，有几万人二赞，在地国民党甲民进党议员嘛拢赞同保安大队的做法。 警铃直直响，白色轿车游玩继续驶。嫌犯把驱弄警车，警方落车夹击，轿车搁随加速逃走，警车继续夹击。看来在开。 黄色查甫人被拖出来，手搁插落地啊，想要找物件反击，互警方发现，直接压伫涂骹。规个追捕的过程引起大家讨论。桃园市长郑文灿伫面册打25秒的影片，强调强力执法的必要性。我想做警察的后盾是必要的，毕竟警察是人民的保姆，那也是政府的骨干，那必须要呈现这个执法的能量跟尊严。 伊讲歹道严重威胁社会安全，而且歹道车顶有毒品、K 他命，佮有改造手枪和枪支。嫌犯有武力可能攻击警察，嘛是警方强力执法的原因。文章到中昼已经有14000人起赞，1000多人留话。影片伫网络流传，毋但郑文灿挺警察执法，在地议员无分党派嘛支持保安大队的霹雳手段，支持警察的执法，尤其现在的治安。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安定，所以我支持警察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可以使用他们的戒具以及他们的武器。嫌犯毋但弄警车逃走的过程，甚至下着两位起诉了后，佫肇事逃走，佫毁损2台路边的名车。状况危急，警方才动用武力将4位歹徒抓起来，为着维护治安，使用强硬手段，确保市民的安全袂受到危害。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